我個名咧其實原名咧叫曹紅，因為喺 media 咧大家都會知道我呢個原名，但我最近咧就改咗個名叫做曹子妍，咁啊英文名叫 Scarlett。咁咧我做社長咧就係2017-18年，其實咧到依家咧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啦。我當時咧係經常咧被邀請咧去周圍喺扶輪社演講啦，所以咧我好中意扶輪社嘅氛圍。咁啊到2015年咧，我咧就得到柯石玲先生嘅邀請，正式加入香港華語扶輪社。基本上咧，其實咧我非常之欣賞咧扶輪嘅4大考驗。4大考驗咧，我相信咧唔係淨係對我個做人，特別喺各項嘅事情上邊咧，其實有好大嘅一個幫助。你會對香港有好多方面嘅層面上面咧係更加了解，最重要咧係令到你有一個咧就係全球嘅一個視野。特別咧，佢亦都好着重佢嗰個倫理關係上邊咧，亦都係值得我哋去學習嘅。好多時候同一班即係扶輪嘅舍友，大家係嚟自唔同嘅專業嘅時候，共同咧完成咗呢一個服務咧，我好中意咧睇到唔同舍友嗰種即係嗰種歡喜、嗰種眼神、嗰種滿足，更加咧亦都好開心咧。旁邊人因為我哋俾咗一啲服務佢，或者有一啲得着咧，我覺得嗰種 touching 嗰種嘅即係感受咧，係我自己覺得係好開心。我留返扶輪社，我覺得咧最重要就係增值。透過唔同嘅人嘅專業咧，我發覺咧自己咧有好多嘅增值，好多嘅得着。我希望喺扶輪咧能夠繼續傳承。嗱，呢個傳承好重要嘅喎，因為咧扶輪改變我嘅生命，我亦都好希望咧透過我自己可以咧改變到人哋別人嘅生命。我覺得咧喺扶輪最重要咧，其實個感受就係鼓勵同得着。我受到好多人嘅鼓勵，無論自己做錯咗，原來有好多人仍然係包容我，感覺到自己得着嘅地方就係增值。增值就係喺好多嘅舍友身上咧，學到自己不足嘅地方。所以 I love Rotary Club。